領導提拔新人到底睇咩？職場晉升咧同你努力工作係無關嘅，同你人際關係都冇關係嘅。真正睇嘅係你可唔可以成為領導嘅棋子。嗱，表面睇咧，領導用緊有能力嘅人積極做嘢，實質上係用緊自己人，俗稱嫡系部隊。領導揀人嘅時候諗嘅都係自己要做一個咩局，呢個局需要咩人，而家仲需要咩人。佢底下嘅執行幹將足夠多，一班人勤勤懇懇咁幫佢加班，頂得住壓力，做得出 KPI。你再搏命再努力都只係錦上添花，可有可無。但佢呢個局就缺一個關係潤滑劑，可以幫佢 PK 跨部門嘅撕 B 啦，幫佢氹到上級領導開心啦。佢本身唔擅長呢啲，剛好係你嘅強項，咁你想唔起飛都難。所以講職場上面可唔可以上位呢？重點唔係你有幾優秀，而係你可唔可以吸入老細嘅人才版圖。但無論領導而家需要咩類型呢，都必須係安全嘅。何謂安全啊？就係做事穩妥，唔搶風頭，最好關鍵時刻仲可以食隻死貓。嗱，職場上最罩忌就係用力過猛，好多後生都會犯呢個錯。開會又搶住發言，光芒四射，一啲表現缺口都唔留俾人哋㗎。嗱，同個同級一齊同個大領導食飯啊嘛，狠狠咁捉住呢個曝光機會，bla bla咁出盡風頭，碾壓同級。老闆帶你陪佢甲方去食飯，不停幫個甲方老細夾餸敬酒，仲搶住埋單，睇落好似係高情商，實質上係過度表現。所有場合都全力以赴，喺老闆眼中反而係過猶不及，只會令到個領導覺得你呢個人野心太大，唔好掌控。嗱，當然咧，你表現太弱雞又唔得嘅，但凡分配任務咧就唯唯諾諾，遇事避得就避，卸得就卸，領導會直接將你歸成透明人。嗱，聰明嘅做法係咩咧？每次做嘢就叻過同事一啲啲，就係有啲差異，但呢個差異又唔多唔少，絕對唔會去碾壓同事。嗱，同大領導食飯啊，領導提問，喂，你答得上，其他同事係答唔到啊嘛，咁領導對你另眼相看，你就搶呢一下就好啦嚇。你同我保證，接落嚟嘅飯局安安靜靜咁坐喺度，低調啲，你就比其他人優秀5%、10%，永遠控制喺呢個安全範圍，唔好為咗刷存在感忘乎所以，搶晒同事嘅表現機會，搶晒領導向甲方顯殷勤嘅機會。做得你大佬嘅，曾經都係小弟出身係嘛？你嘅一舉一動佢都經歷過，睇喺眼裏邊，心領神會。你識得留情面俾同事，佢就有理由相信以後你可以帶團隊。你越心急去表現咧，領導就越覺得你唔掂，齋識一鋪牛力。領導要嘅唔係網紅員工，而係貼心副將，等佢喺上級面前有面子，喺下屬面前有威嚴。嗱，呢個先係真正嘅職場智慧。特別喺體制內，安全係一切嘅前提。領導首先考慮嘅係唔出錯，唔企錯邊。比如同樣兩個方案，一個激進但有風險，另外一個保守但穩妥咧，佢大概率會揀後者嘅，因為保住個位咧比創新更加重要。嗱，創業公司就調翻轉頭啦，唔好玩開㗎，要嘅就係結果。我唔需要太在意錯綜複雜嘅人際關係，可以幫老細揾到錢就係王道。業務頂得住，肯做咁就掂啦。老細帶團隊打江山，最睇重嘅係可以解決問題嘅猛將。喂，譬如銷售可以做低個大客，技術可以搞掂核心代碼，哪怕你脾氣差啲唔合群，照樣重用你。所以話唔同嘅公司咧，選人嘅邏輯亦天差地別。但相同嘅係喺職場晉升，從來唔係單向過關，而係雙向匹配。你要好似拼圖咁，準確咁樣卡入領導需要嘅位置。佢需要做嘢嘅，你就做執行嘅標兵；佢需要搞關係嘅，你就做社交潤滑劑；佢需要孭鑊嘅，你最好就換個公司換個老細。真正嘅職場高手都係偷偷咁做 Mr. 5%，就係俾同事多一啲啲上進心，俾領導少一啲啲野心，恰到好處嘅光芒先係最安全嘅晉升密碼。想上位就聽波哥啦，幫得就幫。